我係營養師小米，專門為大家到處揾啲又好味又可以瘦身嘅美食，等大家可以食住瘦。今日想帶大家去一個舒適嘅環境放鬆下，嚟到 Muji Cafe 睇下佢嘅嘢食，就等我睇下有啲乜嘢啱減肥食啦。日本菜除咗魚生、壽司、當飯等，日式 cafe 食物同埋環境都好啱減緊肥嘅你食㗎。呢度嘅 deli set 可以自己配搭，要食得健康由自己話事啊嘛。今日就等我試下揀2款嘅冷盤同埋2款嘅熱菜，配16穀飯先。首先我揀咗羽衣甘藍木瓜雞絲沙律，呢一個沙律嘅顏色好繽紛喎。羽衣甘藍係一種超級食物，含有豐富嘅纖維、維他命 K 同埋 C， 有助增強我哋嘅免疫力。而木瓜就富含酵素，有助於消化，仲提供維他命 A， 促進皮膚健康。試埋佢嘅香烤八爪魚仔沙律先，好新鮮嘅八爪魚配搭燈籠椒、青瓜、生菜等等，個醬汁酸酸甜甜，仲有少少辣味，非常之開胃啊！熱盤部分我揀咗比目魚西京燒。比目魚本身係白肉魚，除咗富含 Omega 3之外，仲有碘質，佢可以調節新陳代謝，對小朋友嚟講仲可以促進生長同埋發育。另一道熱盤就係味噌麥皮烤辣雞，睇佢張相好似好少醬咁，但係原來上到碟都幾多醬㗎喎。我哋都問咗店員可以走醬嘅。最後我哋嗌咗鹽焗烤蔬菜。鹽焗係一種發酵調味料，可以提升食物嘅風味。烤蔬菜就煮到恰到好處啦，保留咗大部分嘅營養價值，同時都保留咗蔬菜嘅甜味。而我哋都見到菜單上邊有海帶麵嘅選擇，覺得幾新奇，就嗌咗嚟試下。啲麵好彈牙，而且調味唔會太過濃味，都好適合減緊磅嘅你選擇㗎。呢間餐廳俾我嘅感覺可以用 Genki 嚟形容啊！食材有大量嘅蔬菜同埋比較低脂嘅海鮮，每款食材營養價值高，真係有充電嘅 feel 啊！再加上冷盤同埋熱盤口味都偏清淡，對追求健康嘅會員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總括而言，減緊肥嘅你想要食到均衡嘅一餐，或者嚟嘆杯飲品，想食輕盈啲都值得推介嚟試一試㗎。佢仲放啲音樂，令到喺食嘅時候好舒服。返工做到攰攰地，想放鬆下嚟食個 lunch， 叉叉電又再努力過啦。小米俾佢嘅評分係：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follow、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仔，留言俾我知你想我試乜餐廳或者食物啦，期待同大家一齊食住瘦啊！